又係同大家自費實測食好嘢嘅時候啊！歡迎收睇利安食道 Leon Food Channel。喺中環啊，有一間令人神魂顛倒嘅食肆，啲人晏晝嚟食碟頭飯，夜晚就嚟打邊爐。呢間被譽為香港最有人氣、最難訂位嘅火鍋店，2026年3月突然宣布結業，同年4月又旋即喺中環太子大廈地庫重開。舊鋪之前冇機會去，今次嚟到新鋪，即管就試試佢嘅出品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我哋一齊去片。嚟到珍姐火鍋，一齊睇睇佢嘅餐牌先。搬到嚟名店林立嘅太子大廈，以為佢嘅單價會好貴啊，不過而家就咁睇落去，都唔算好飛禽大咬喎。價錢方面，我哋最尾找數再作結論啦。湯底我哋叫做豬骨蜆煲，價錢298。海鮮拼盤2位，每位250。重點係香港即日新鮮屠宰嘅線股牛，需要預訂，價錢420。魚類方面，今日係幾款唔同嘅海斑，其實都幾新鮮㗎，不過以目測唔到1斤嘅 size 嚟計，價錢就略為貴咗少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首先要真心讚佢個火鍋豉油啊，調配得甜甜地，而且幾有鮮味。如果佢真係冇偷雞落花例嘅話，咁樣呢個嘅豬骨沙白湯真係煲得好靚喎，色水奶白，口感濃厚。上到台記得千祈唔好即刻要嚟打邊爐住啊，要遵從店員嘅指示，攆下豬骨，食下沙白，飲翻啖靚湯先講。除咗豬骨沙白之外，個湯仲有白蘿蔔同埋粟米添。豬骨同沙白本身已經係一個絕佳嘅配搭，加埋清甜嘅蔬菜，你係會唔停口感，每人飲翻幾碗先至夠皮。嗱，記得飲飽個湯先至好打邊爐啊，因為呢度唔係加湯，只係加水嘅咋。2人份量嘅海鮮拼盤上場。真係超級欣賞呢個店員，會好耐心咁逐樣食材話俾客人聽，應該要淥幾耐。不過以每位250嘅價錢嚟講，呢個份量實在又係少得滯嘅。好彩呢度嘅食材係以新鮮取勝，真係打幾十年邊爐都唔知呢啲貝類原來6-30秒甩殼就食得，而且十分鮮甜。今晚幾種貝類當中，鮮甜味最爆炸嘅就係呢隻扇貝，真係好想 encore 多幾隻。可惜冇得就咁慘叫。海鮮拼盤入邊仲有呢隻琵琶蝦，睇下啲肉真係晶瑩剔透。琵琶蝦就要煮耐啲時間，不過講緊都係3分鐘啫。肉味鮮甜，肉質爽彈。總之嚟呢度食嘢就要聽清楚店員嘅指示，叫你淥幾耐就淥幾耐，包你有口福。呢碟切到大塊嘅墨魚片，白雪雪咁，有成12片，98蚊幾抵食。根據店員嘅指示，切到咁薄嘅墨魚片，6-3-4秒就食得，真係好掂，新鮮爽彈，唔落口冇黐牙，就算唔點豉油就咁食都好味。線股牛係喺幼年時期被閹割嘅公牛，由於成長時期雄性激素減少，所以肉質纖維會較為細嫩。今日呢碟左手邊嘅係風門牛，右手邊嘅係頸脊中心部位。珍姐呢度嘅牛肉係每日即日本地屠宰，所以盡管出邊其他嘅店鋪都會有牛頸脊啊、風門牛都好啊，佢哋嘅肉大部分都係雪藏過嘅，同呢度嘅牛肉嗰種新鮮程度相比，真係一入口就知，絕對冇得呃。風門牛肉味較濃，較為好照頭，頸脊深，脂肪分布平均，肉質較腍滑，肉味亦較輕。兩款都係6-3-4秒就食得。淥完嘅肉仲係略帶粉紅色，呢個生熟程度啱晒我。牛胸爽，我通常叫佢做牛白肉。佢係牛胸前肋骨上邊一塊細小嘅筋膜類肌肉，放入湯度60秒就食得。入口帶有少許油香，質地係爽口嘅。平時我哋都會買定啲喺屋企淥麵食。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食呢？花雕醉雞翼，咪嫌棄佢個樣白賴晒咁，
實在皮爽肉嫩，一擺入口啲花雕味就已經爆發出嚟。就算咬到入肉啊，酒味依然濃郁。不過就同我愛店新東記嗰個醉雞翼仲爭少少。新東記呢一個直頭係黐線級咁好食啊！珍姐你哋自己搵人去試下，就會知道自己爭緊啲乜啦。最後叫埋呢個打卡甜品炸饅頭，饅頭一定係攞貨返嚟噶啦，千祈唔好話俾我聽呢度有個駐場包店師傅喺度添。饅頭炸到金金黃黃，熱辣辣上台，實食冇黐牙，唔會有錯。加埋呢罐原罐壽星公煉奶俾你係咁點係咁點，打卡當然係一流啦。不過食晒6個饅頭仲剩翻咁大罐煉奶喺度，確實係有啲浪費嘅。講翻今晚嘅價錢，2位連加1合共2059。睇翻今日最貴嗰2樣嘢就係牛肉同埋海鮮拼盤。講真，打邊爐嚟講，一碟咁靚仔嘅牛肉係冇得 skip 嘅。而佢嘅海鮮拼盤啊，雖然都係新鮮靚貨，但係500幾蚊得個咁少嘢食，相對嚟講就唔係好抵啦。你話今晚如果唔叫嗰個海鮮拼盤嘅話，咁大概就會係1500蚊找數，呢個價錢就會舒服好多。唔知大家又會點睇呢？歡迎一齊留言討論下喎。今集嘅介紹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